所以大家歡迎嚟到港式泰文，我係 Crystal นะคะ。咁我哋講啲乜嘢咧？就係關於方向啊。get 咧，之前咧唔好慣自己叫 get 啦。OK， 係啦，我哋呢集開始，我哋用 get 嚟稱呼自己啦。因為泰國人咧都會中意用第三人稱去稱呼自己，咁肚咧就唔叫肚啦，叫 get 啦或者 get 啦。OK， 希望大家慣啦。肚，我自己都未慣自己叫 get 啦。咁我哋今日要講嘅題目係啲乜嘢咧？就係泰國去旅行嘅時候都會用到噶啦，大家或者生活上都會用到，就係方向啊。咁唔知大家有冇試過俾的士兜路啊，或者問路啊？咁呢樣嘢咧，大家都可以試下用到嘅，因為記得之前去泰國嘅時候都有用到，咁身邊嘅 Sugar Pan Pan 都好想學，用咗成程車啦，最後咁亦都係因為呢啲方向啦，就令到唔使俾人拖咁勁啊。因為之前有司機兜路，咁 Sugar Pan Pan 就教佢點樣去行翻啱嘅路啦，咁就係靠呢啲方向去糾正翻佢啦。就係咁啦，我哋一齊學下啦，我哋一齊閉根。咁我哋由上下左右開始學咗先啦，咁我哋唔使學車嗰度住，之後我哋就會再學啦。咁我哋第一 part 就上下左右中間呢5個先。OK， 我哋講咗上先啦，上就係 bon 就係上啦，跟住我哋下就係 lan 就係下，上就係 bon， 下就係 lan。好啦，到你哋啦，上係乜嘢咧？咁下咧，係啦，呢個就係上同下啦，記唔記得咧？我哋去下一個啦，左邊就係晒 ，OK， 右邊就係胯，點樣分左同右咧？就算廣東話，大家都好難去記啦，係咪？咁而家講一講啦，我哋假設大家都係右手邊寫字啊，咁胯係圓啲噶嘛，個嘴胯 ，OK 係咪？胯就係圓，咁右字咧就係咁樣寫噶嘛，係咁我哋將個下邊嗰個口字變到圓啲，OK 圓啲，咁啊右字咁樣圓圈 ，OK 胯就係圓啲啊，胯就係右啦，咁寫字都可以寫得圓啲，就係胯啦。唔知大家記唔記到啦 ？OK。冇問題，咁我哋去到下一個啦。咁晒又點樣記啦？咁晒咧個左字咧，咁咪會岩慘啲嘅。咁啊晒就係咁樣記啦。晒胯，好有用呢兩個字係咪 ？OK， 晒同胯啦，呢兩個就係。咁呢個就係亂記大法。好，到你哋讀啦。右點樣讀咧？咁左又點樣讀咧？我哋話咁快已經學咗4個字啦，又變4個字咧。OK， 我哋而家學咗上下左右啦。bon、lan、晒、胯，咁我哋中間都好容易記嘅啫。中間就係中間，就好似我哋廣東話嘅中間。中間。好，到你哋中間嘅泰文點樣講呢？ OK， 我哋有上中下中間，咁我哋下一個係啲乜嘢咧？去下一個啦，係啦，只係上下左右，未轉左，未轉右，未上面下面，咁我哋可以學埋上下邊同下邊嘅泰文啦。上面啊嘛，面唔係一塊面個面，係面啊，即係方向嘅面啦，係咪咧？係咪咁樣講咧？應該係咁樣講啦。OK， 咁我哋上係乜嘢咧？係 bon， 係咪 bon？咁我哋間 kan bon 就係上面啦 ，kan bon 上邊。咁下邊咧，咁點樣咧 ？kan lan 就係下邊啦。OK， 明？就係喺前面加翻個 kan。OK， 上面係咩 ？kan bon， 下邊係咩咧 ？kan lan。OK， 上下啦。咁我哋可以加喺上邊。咁就可以用 you 就係喺啦，上邊係咩咧 ？kan bon 就喺上邊啦 ，you can bon。OK，
喺下邊咧，大家都應該識噶啦。You can learn，you can learn 就係下邊啦。咁咧可以用上層啦，但係上層嘅話我哋都未學嘅，咁我哋可以學埋先。上層就係ชั้นบน，ชั้นบน就係ชั้นบน，即係一層層啊。ชั้นบน就係樓上嗰層啦，或者อยู่ชั้นบน喺上層，或者可能間屈臣下邊，或者就可以用อยู่ชั้นล่าง，อยู่ชั้นล่าง，或者都可以話喺樓下等啦。我哋คอยอยู่ข้างล่าง，คอยอยู่ข้างล่าง，คอย就係等啦。คอยอยู่ข้างล่าง就喺樓下等啦，或者คอยอยู่ข้างบน，我哋上去先，คอยอยู่ข้างบน喺上邊等，係咁。咁我喺呢度上面等，下邊嗰層上面講咗啦，咁我哋而家講左右啦。左右有啲乜嘢咧？喺左邊อยู่ด้านซ้าย，อยู่ด้านซ้าย喺左邊啊。咁喺右邊嘅話就係อยู่ด้านขวา，อยู่ด้านขวา。我可能會問อยู่ด้านซ้ายหรือว่าอยู่ด้านขวา？喺左邊定喺右邊啊？อยู่ด้านซ้ายหรือว่าอยู่ด้านขวา？就係咁啦。7อยู่ด้านซ้ายหรือว่าอยู่ด้านขวา？71喺左邊定右邊咧 ？OK， 呢個左右啦。咁左右仲可以做啲乜嘢咧？我哋可以講到類似揸車嘅情況或者搭車嘅情況啦。可以點咧？我哋轉左轉右 ，OK， 轉咧就係撩就係轉啦。咁轉左咧就係撩曬 ，OK， 撩曬就係轉左。撩胯就係轉右啦。撩胯就係呢邊啦。撩曬就係呢邊。撩曬撩胯，轉左轉右。又到你哋啦，轉右嘅泰文係咩呢？咁轉左呢，又點樣講呢？ OK， 講到車啦，我哋可以講少少啦。咁我哋可以向前嘅泰文係乜嘢呢？即係直行啊，就係東跛就係向前啦。即係可能你叫架車東跛，咁呢個就直行啦。多少少就係熱捏耐，東跛熱捏耐。咁可能你想直去，然後轉右咁樣啦。東跛撩胯，撩之後撩胯，撩胯就係之後轉右。橋口你就可以東跛撩哥撩胯。撩哥就係之後啦 ，get 唔 get 咧？大家呢度 ，OK， 我哋直行轉右咗啦，咁仲可以做啲咩咧 ？OK， 我哋係停啊，可以叫架車停啦，唔好再揸啦，唔好再去其他地方啦。咁都有兩個講法嘅，一係停啦，一係就係泊車。咁我哋而家講咗停先啦，咁我哋就係越就係停啦。咁多數都係用喺啲動作度啊，即係叫啲小朋友停啊、暫停啊，咁就係咁樣用啦。咁而家我哋講緊係揸車同埋搭車嘅時候用到啦。咁我哋係泊埋一邊。咁泊車嚟講呢，就係點呢？就係จอด就係泊啦。จอดที่นี่喺呢度停，จอดที่นี่就喺呢度啦，停係จอดที่นี่ครับ，จอดที่นี่ค่ะ，就係咁啦，喺呢度停。好啦，停咗啦，我哋仲有啲咩可以做呢？可以停一邊同埋出邊都得㗎喎。停車場嘅入邊啦，或者停車場嘅出邊。咁入邊嘅泰文係啲乜嘢咧？就係ข้างใน就係入邊啦，ข้างใน入邊，ข้างใน OK。ข้างนอก就係出邊，ข้างนอก就係出邊。我哋食飯嘅時候話อยากนั่งข้างนอก，想坐出邊，อยากนั่งข้างนอก。可能餐廳有露台，咁你想坐出邊嘅話，就可以話อยากนั่งข้างนอกค่ะ，อยากนั่งข้างนอกค่ะ，或者ครับ OK， อยากนั่งข้างนอกครับ，或者我可能想要嘆冷氣，อยากนั่งข้างในครับ，อยากนั่งข้างในครับ，或者加個卡啦。咁男嘅用級，女嘅用卡啦，照舊我哋就係ข้างนอกข้างใน，或者可能你去到朋友屋企問佢。坐喺停喺入邊定係停喺出邊咧？坐ข้างในหรือว่า坐ข้างนอก？坐ข้างใน，坐ข้างนอก，坐
作咧就係停啊嘛，停近嚟入邊啦，定係停喺出邊啊？近咯就係咁啦。OK， 教咗少少啦，就前同後啦，我哋都教埋啦。前面就係近啦，近啦，後邊就近能，近能，近能，近啦。7要近啦，6要近能。你間71喺你前面定喺你後邊啊？7要近啦，6要近能，或者7要當你卡，7你喺邊啊？要近啦，坤喺你前邊咋？要近能坤喺你後邊啊？近啦，近能就係咁。咁我哋今日學到嘅係乜嘢咧？就係上下左右中間前面後面裏面外面停直去，大概係咁多個字啦。咁唔知大家覺得今集夠唔夠用呢？唔夠用就記得喺樓下留言話唔係好夠用喎，仲有多啲例子啊，或者真係好難記啊，點樣記啊？其實都已經有亂噏大法啦，希望大家會記到啦。咁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啦，跟住仲有啲咩啊？係啦，照舊啦。如果大家想同圖呢，分享下交流下泰文啊，想學啲咩嘅泰文都可以留言話俾圖聽，學呢啲嘅泰文啊，想學啲乜嘢嘅泰文都可以喺樓下留言。可能想傾偈都冇問題，但係想傾得多啲深入啲嘅都可以喺 IG 度 DM， 可以幫手留言話好好睇，好正，教得好好。如果中意睇呢段片嘅話，就可以กด like、กด share、กด subscribe， แล้วก็กดกระดิ่งด้วยค่ะ，就係咁。IG 圖係仲未更新，咁如果咧可以揾圖嘅話，可以喺 IG 度揾嘅，都揾到噶，冇錯，喺 IG 揾圖啦。咁今日就係咁多啦，我哋嚟到呢度，สวัสดีค่ะ，拜拜。